那是我肯定的。哇，你这个东西我还真的不好带回去了。你要不就下次借我。可以。喂，各位街坊，而家嘅理工大學教授原來可以貪污噶。話說有理工學生拍片踢爆，有個大學教授收受學生貴重物品，疑似收受利益貪污。呢個教授都幾識享受，佢將茅台當水飲，蟲草當零食。到底呢件貪污事件有幾過分呢？唔講咁多，我哋睇片先。今年應該是21年的茅台。我怎麼拿回去了？我這次拿回去了。然後就是之前看到您。我真的，我請您一定收下，真的很感謝。我那个很好，我那个吃的很好啊。不，老師，真的，这就是給您準備的，是不是？夠，沒有啊，那麼多個。然後就是之前那個跟您住院，然後我們都很擔心您的身體健康，所以剛好家裡有熟人從那個就是青海玉樹達多收了一點冬蟲夏草，對吧？然後您那個給他們，因為您就是可以睡前就是拿一根出來，就是放在保溫杯裡面，開水先放在保溫杯裡面，然後扔一根到保溫杯裡面，然後第二天就可以泡水的進去。這個就很貴的，我知道，你就不用花。一點小心意，真的。自己這個，家人都很感謝您這一年帶我學到的，那是我肯定的。哇，你這個東西我還真的不好帶回去了。你要不就下次借我。可以。睇完條片係咪好嬲嬲豬呢？等我同大家講解呢件事啦。話說喺理大電機工程，一位朱教授嘅辦公室入面，有個大陸仔學生帶咗2大袋心意去多謝教授，教咗佢好多嘢。大陸仔嘅心意都幾落本錢，例如2支21年嘅茅台，同埋1盒頂級冬蟲夏草。呢個教授口講太客氣，但另一邊又講自己點拎翻屋企而煩惱。你以為教授會放棄呢份心意呢？錯啦，教授竟然問大陸仔借個箱裝走佢。哇，呢個客氣真係值錢過我成個月人工。結果係點樣呢？理大嘅官方回應只有一句，就係按照既定程序去處理，即係點呢？我都唔知喎。呢個教授事後就話嗰啲禮物還咗俾大陸仔，但係咪真係還咗？點還？幾時還？冇講喎。至於 ICAC 會唔會做嘢呢？我都唔知啊，觀眾自己估下啦。講真，我個人感受就好簡單啊。香港嘅大學幾時變得咁街市化？飲2杯補一下身，呢種尊師重道文化真係令我大開眼界。睇嚟而家喺香港讀書，學術知識緊要，但送禮藝術同點樣優雅地收厚禮呢2門課程可能更加實用咯。校方嘅回應就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算啦，都預咗噶啦。香港人要習慣一下。好啦，觀眾睇完呢單理大送禮事件，又覺得係單純謝師宴，定係已經踩過咗防止賄賂條例條線呢？歡迎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